来看这个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引起着党内的反弹了后，党主席吴敦义让步，下晡的2点召开着临时的中常会，重新来调整。会议开始进前，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建议吴敦义退出着不分区。另外，较亲中国的前立委区议嘛伫面册来表示讲，要来退出着不分区。早起，有一阵党员到中央党部表达不满。请主席认真考虑。请主席认真考虑。记得4年前，真的很感恩国民党给了新住民这个领域，让我们新住民在国会有了发声的管道跟平台。但是这一届的排序，我想很明显的把我们压在最后面，很有骗票的嫌疑。我觉得这样的排序是对整个新住民智商的侮辱。这个党员讲，国民党不分区的名单应该结合着民意，帮助韩国瑜选总统来加分，唔是看袂到专业来影响到立委甲总统的选情。